好，香港新街道里面，我自己介绍一下里面，我叫面积很牛，你叫我女女，我今年31岁，我在4月8号7月1993年，我是单身，我的体重64公斤黑，我的身高155厘米，我是婆家族，我是刚学，我有家庭5个人，他们我的爸爸52岁，我的妈妈51岁，我的一个妹妹21岁，我的一个弟弟11岁，我是第一。我父亲的工作是农民，我有经验2年帮忙工作，我顾及家里10个人，他们阿公阿妈、老板黑、老板娘照顾老人爷，做家务、扫地、抹地、拖地、洗衣服、晒衣服、洗车、炒菜。我会做中国菜、炒饭、炒面、炒米饭、蒸鱼、炸鱼、炒菜、米酒、摊猪蹄、摊猪肉。我会做 ABC 餐，我会照顾老人爷、小孩，我会学一点点英语的中语。我要来工作新加坡，我赚钱帮助我的家，我的未来，我努力工作。我有耐心，我准备做好。如果你给我机会，我要工作新加坡，介绍再见。